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23，诗篇23篇6节安尼讲：恩典甲慈悲，的确对我到一世人。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通徛起伫你的厝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的独一真神上帝，你是创造阮、更新阮、赐福阮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！因为你万物拢更新，因为你，阮通领受这极大的恩典甲恩望。主啊！我要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也要用一世人来报答你无比的疼。主啊！你是阮至好的朋友，感谢你时刻的陪伴。主啊！你是阮的引带，看顾阮，保护阮的大牧者。伫你的保守甲引带，阮就丰盛无欠缺。主啊！我踮伫你的厝内，就要有恩典甲慈悲，对着阮到一世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咱恩典的主，也是慈悲怜悯咱的上帝。咱若踮伫伊的厝，就要一世人来领受伊极大的福分，由主时刻甲咱三角伫地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